打流感針會唔會影響我同 BB 㗎？其實打流感針唔會影響媽媽同胎兒嘅健康，孕婦同餵哺母乳嘅媽媽都適合打流感針。媽媽打針後產生嘅抗體可以減低自己同胎兒感染流感嘅機會，同時亦可以降低懷孕期間因感染流感而出現嚴重併發症嘅風險。我仲咁細個，點解要打流感針啊？我怕媽咪。除非對流感疫苗成分或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所有年滿6個月或以上嘅人士都應該打流感針，以加強保護。我周身病痛，有糖尿病，又高膽固醇，身體咁弱，仲打流感針。長期病患者或者免疫能力較低嘅人士都應該打流感針，以減低因染上流感而出現併發症、住院同死亡嘅風險。我上年打咗流感針，到頭來咪又係有流感，我今年唔打啦。打流感針係最有效預防流感方法之一，就算感染咗流感，亦會有助減輕病情同預防因流感所引起嘅併發症。所以我哋每年都應該打流感針。由9月25日開始，醫院管理局會於轄下醫院及門診分階段為合資格市民注射流感預防針。合資格嘅朋友記得留意打針日期，喺打針當日記得帶備所需文件。提提大家，本年度開始，18歲或以上嘅接種人士必須登記醫健通。想知更多季節性流感防疫注射計劃嘅資料，可以瀏覽醫管局網頁 www.ha.org.hk。